收好，今晚我就用。是。那日幸亏你告诉我，才及时阻止舒儿误入歧途，我该给你赏赐。舒妹妹是母后的心头肉，因而只做了该做的事情。母后明察善断，蛊惑舒妹妹的芈月才是此事的罪魁祸首，绝不能轻易放过她。老天有眼，这2日侍女禀报说那芈月日渐憔悴，似乎得了重病。我传了旨，生死有命，就不用看了。别看她还有一口气，只怕此刻也生不如死。这的确是报应，她若真的死了，一了百了。因儿，我一直想为你成全一门好姻缘。楚国人才济济，论英俊善辩，当属唐乐；论风流潇洒，该是宋玉。你何苦一定要嫁给黄歇呢？因儿眼中只有黄歇，当世俊杰，无人能比得上他。可你应当知道，黄歇对芈月痴心不改。公子歇并非不知好歹之人，那芈月朝不保夕，再由母后出面替婴儿做主，到头来黄公子定能分辨其中的是非曲直，权衡轻重。你怎么了？吓死我了！你要是再不把水囊取下来，我就以为你死了。我不能死，我还有2个弟弟要照顾呢。好了，我开玩笑的。我听说绿豆汤最解毒了，以后我每日都给你送来，还有一些吃食也一并送来。我近日觉得好多了，我也不知道我中的是什么毒，要真正去除还需时日。幸好有这几日的土茯苓，我被关在这里无聊，每日对着窗外辨认花草。那土茯苓是我最熟悉的，它能解毒，还能熬粥熬汤。小时候我弟弟生口疮生疹子，魁骨也用它治。我能活下来，说明老天要我活下来。你当然要活下来，要不然你怎么对得起我这双手？这些日子挖土茯苓把我的指甲都挖烂了，昨夜大王过来，怕他看到，吓得我一直攥着拳头。大王很宠爱你。但是楚国不是我情愿要来的，可魏王说楚国要与5国联盟，我嫁过来，如果能讨大王欢喜，对我们魏国，对大家都好，所以我就来了。我爹是文侯之后，在魏国也算有点地位，大王宠我，只怕是看在魏王的面子上吧。或许是，或许不是，但无论怎样，你都是我见过最美的女子。
世人只要他不瞎，就会珍惜你的。如果大王他真的看中我，我一定会借机向他进言，让他找出害你的人，并放你出来。不，最好不要。你刚到楚国，还不知这楚宫里步步陷阱，人心叵测。我已算是小心，却还是吃尽了苦头。不会人人都是歹人吧？我到了楚国之后，先是遇到了你，然后就是南后姐姐，你们待我都特别好。南后？南后姐姐与我姐妹相称，她每日都到章华台来看我。除此之外，她还把最好的吃食让我先挑，最好的东西让我先用。我在家里是个独女，从小一个人孤独惯了，除了我的排箫，无人与我亲近。如今有了南后姐姐，亲姐妹相处也不过如此吧？不会吧？在这宫里，最不希望大王宠爱你的人，就该是他了。妹妹是不是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了？姐姐不信我的话也就罢了，但姐姐要记住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妹妹身陷囹圄，不能在姐姐身边左右照应，姐姐要时时警醒才好。还有，姐姐来月华台看我之事，切不可告诉任何人。放心吧，这件事的轻重我自然明白，我对南后姐姐也不会说的。不过，南后姐姐她确实是真心待我，就像是你真心待我一样。放心吧。我这里还有一些糕饼，你拿着充饥。来，谢谢姐姐。姐姐，妹妹这是去哪儿了？让姐姐好找。我就是随便在外面走走。这些时日与妹妹朝夕相处，一时半刻不见，还真有点想呢。看，这是我新配制好的胭脂，特意拿过来给妹妹试试。谢谢姐姐惦记。你我还客气什么呀？去给姐姐烹茶。是。快来，来，让姐姐给你试试。你看如何？这般轻薄香甜，姐姐是如何做到的？是用上好的红植竹花瓣放到干净的石臼中，慢慢将花瓣冲成后浆，细砂过滤取汁，然后将当年新骚就好的蚕丝剪成这猪核般大小，放到花枝中浸泡，取出晒干后，就成了妹妹手上这上好的胭脂。怎么了？这胭脂再好，和妹妹的人面桃花相比，也黯然失色。看来妹妹的确用不着这些东西。姐姐竟会说笑。这么好的胭脂，姐姐要不想给，妹妹可要自己拿来用了。你看美人是不是真的有点儿？你看怎么了？你仔细看。哎呦，还真是啊！哎，你看，大胆，竟然敢在美人这放肆！南后美人恕罪。姐姐，下人们常有粗疏失礼的时候，不必和他们一般见识。若是在我那也罢，可偏偏在妹妹这儿，若不管教，岂不让外人说我放纵手下？莲儿，是，给我掌嘴！哎，姐姐且慢，何不听听他们如何为自己辩解？如果无道理，
再打也不迟。既然美人给你们求情，我就给你们次机会，说，到底在嘀咕什么？婢子不敢乱说。说吧，说实话，我可以求南后不罚你们。后宫有传言，都说美人闭月羞花，千娇百媚，这是实情啊。可是就是有一处不好。何处不好？妹妹，别听他们嚼舌头，这宫里人向来善于极度挑拨。可是姐姐，妹妹还是想知道何处不好。美人的鼻子。住嘴！美人的鼻子，可是你们这些贱人可说的。给我狠狠打，好让他们知道做婢子的本分。给我接着打，打完了嘴，再罚跪2个时辰10板。大哥饶命！大哥饶命！我再也不敢乱说了。算了，姐姐，让他们下去吧。妹妹，你心肠太软了。妹妹答应过他们，若他们说实话的话，就不该罚他们。还不谢恩？谢美人宽宏大量。依着姐姐的脾气，非割了他们舌头不可。妹妹，这宫里人就好无事生非。前段日子有人嚼舌头，说赵姬虽然美貌，但声音难听。想当年这赵姬也是大王的心尖人，可生了孩子后嗓子变哑了，大王也变得对她若即若离的。他不知道从哪听到这消息，心里慌得很，日日找御医下方子治嗓子。哼，说是治嗓子，其实还不是想挽回大王的心思。妹妹身体受之于父母，相貌从小未受过任何人指摘。妹妹在家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在外又是王孙贵女，别人巴结你还来不及呢，哪能说你一点不好？如今到了大王的储宫，美女如林，谁也不比谁弱。除了像姐姐这样真心想结交你，处处袒护你的，哪有闭口藏舌的道理？你呀，别理他们便是。姐姐也真是个粗心人，他们不说，我还真没看出妹妹脸上的缺憾。我真的看不出什么。你从小到大都看自己的面孔，自然很难看出瑕疵。莲儿，你来看看。在莲儿看，夫人的确是花容月貌，只是这鼻子有一点点，好像是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什么？一点点歪歪。难怪大王昨日跟我在一起，提起妹妹的容貌，你都不知道大王有多喜欢你。大王先是说你肌肤胜雪，秀色可餐，可后来大王又说，端详你久了，总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缺憾。妹妹别担心，大王提起此事时，我马上打岔过去了。我说，大王，你太过于挑剔了，妹妹是丽质天成，白玉无瑕。可是大王日日都来章华台，他总有一日会看出破绽的。
傻妹妹，这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妹妹请看，这样如何？这样呢？或者是这样？谢谢姐姐细心指教，是妹妹聪慧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言书，却生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泥水暖，为谁寒？换不回一人如故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倾诉，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凭尽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心，恨如骨，生死再相。